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9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13节到第18节，耶利米书第17章14节到27节，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到4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奖赏。最近因为选举沸沸腾腾的讨论着论文研究报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也都明白做这一些的后面大多数都有它的背后的动机，或是说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有随之而来的回馈或是报偿。最近除了选举的议题以外，最热门的人物大概就是退休企业家曹兴诚先生了。他不久之前宣布要捐1亿美金给台湾政府，为了提升台湾的国防。这几天呢，他又宣布再捐赠10亿台币作为军事训练之用。当然就金钱的角度来看，其实他是损失的，因为是他主动捐献。就实质的角度来说，有很多人会这样说，他也获得了某个程度的回馈。当然我们如果真的要比的时候，他的付出跟所获得的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但总是有人会说就是有啊。例如他们会说他已经得到了回复这个台湾国籍的权益，也领到了台湾的国民身份证。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因此得到了成为这个媒体追逐的对象。虽然这些都不是他原来捐赠金钱给政府的一个目的了同样的，在基督徒的生活、生命的表现，就如同前面在讲的选举啦，或是曹兴诚先生一样，这些候选人一样，都会被人家用那个放大镜，甚至这种显微镜来检视着。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上帝的救恩，所要回应的是上帝的呼召。我们不能说基督徒的蒙召都有目的，那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每一个人的蒙召都是全然甘心乐意的付出，不求回馈。但重点是在心态，我们心里存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所服侍出来的生命也绝对会有不相同的表现。有人在教会里面追求的是自己的好处。之前我们曾经分享过某一些超大型教会的营运，他们出了状况。这些的心态基本上就是在追求一些利益，追求个人的职位，或是家人的利益，谋取个人的利益等等的。透过服侍上帝，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馈，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服侍或者是我们都真的是愿意甘心乐意的服侍呢？或许从外表上我们无法分辨人的心态，但是上帝都知道。诗篇这样说：上主啊，你洞察我，你认识我，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从遥远的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我没有开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前后左右围绕着我，
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不是我能理解。相信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曹兴诚先生，他并不是想要借着捐献，期待着媒体对他的关注，或是借着捐献来取得国民的身份证。坦白讲，从他的财力来看，他可以买下媒体公司，他不需要用捐献也可以取得恢复国籍的资格。但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所以总是有人会有这样的联想，这个就是世界的眼光嘛。基督徒不能用这样的眼光以及心态来服侍，而是要常常去思想上帝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就四散在全世界各地，他们期待的要归回。但是重要的是，他们不能够再度的违背上帝，就如同耶利米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不可在安息日搬东西离开自己的家，不可做任何工作，要他们遵行我给他们祖先的诫命，守安息日为圣日。他们的祖先不但不加理会，反而顽固，不肯听从，不肯受教。如果他们愿意领受上帝的诫命，谨守上帝吩咐的，他们就必能够蒙福，就是上帝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应许。耶利米书又这样说到，告诉他们要服从我一切的诫命，不可在安息日搬运东西进入城门，必须守安息日为圣日，不可做任何工作，这样他们的君王就能够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享有大卫的军权。他们将乘着战车，骑着马，由官长、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涌簇进城，这城将永远人烟稠密。人民要从犹大各城镇、耶路撒冷周围的各村庄、便雅悯地区、丘陵、山地和犹大南部蜂拥进入耶路撒冷。他们要带烧化祭和生祭、素祭和入香，以及感恩祭到我的圣殿。但是他们必须听从我的命令，守安息日为圣日，不可在安息日搬运东西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如果他们违背，我就烧毁耶路撒冷的城门，火焰要吞灭宫殿，没有人能够扑灭。在新约，耶稣这样说：那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跟从我；那爱子女胜过爱我的，不配跟从我；那不肯背起自己十字架跟着我脚步走的，也不配跟从我；那想保存自己生命的，反要丧失生命；那为着我失掉生命的，反要得到生命。许许多多追求自己益处的人，最后就失去了他所拥有的。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要追求属天的奖赏，而这个奖赏则是用来彼此分享的。耶稣基督说：谁接待你们，
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差我来的那一位。为了某人是上帝的使者而接待他的，一定会分享使者所得到的奖赏。为了某人是义人而接待他的，也一定会分享义人的奖赏。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是谁，就算拿一杯冷水给门徒中最微小的一个喝，只因那微小的人是我的门徒，一定会得到奖赏。耶稣基督也曾经明白地教导我们，必须去积聚财宝在天上，而不是追求这个地上的在地上的，因为地上的一切都会腐坏，都会过去，都会消失。然而在天上的是上帝所给的赏赐，是主的恩典，是永恒的恩福。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洞察我，你认识我，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我没有开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前后左右围绕着我，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不是我所能理解的。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在母腹当中你把我凑合起来。我颂赞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非凡，我心里深深领会。我在母腹中被塑造，在隐秘中逐渐长大。骨肉怎么成形，你都知道。我出生以前，你已经看见了我。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你已经都记住在你的册上。上帝啊，你的意念多么深奥，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我要是数算，比海沙还多。纵使数算到底，我仍然跟你在一起。谢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蒙召来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能更在这个服侍当中能够尽心尽力，成为上帝口中忠心的仆人，如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要积聚财宝在天上，追求上帝的奖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